恭喜晒全哥啊！馬力喺季內取得第3圈咧，其實佢上一場究竟發生過咩事？騎師翻嚟匯報就話，因為佢上一次一檔，咁佢就係出咗嚟之後，佢就賣唔晒，變咗係跟住一放嘅馬，側後邊咯，變咗佢就話側邊冇其他馬咧，變咗佢好似唔係咁中意佢啲馬。咁其實我睇翻佢上一次嗰個末段時間都22個9嘅，即係你話好慢就係，不過佢係嗰度係冇之前嗰個轉徑好咯嚇。咁轉翻嚟呢邊跑，咁就始終都係搬嚟重磅，咁佢唔使俾咁多錢，咁變咗係佢又會跑得速啲。正路上都仍然見到佢有啲環境，個走規仍然都係唔穩定。係啊，因為你見搬嚟立咗兩下腳，跟住打邊打幾下左手邊條馬即刻挨入去，咁就佢係有啲未係咁熟嘅馬嚟，因為佢都跑得4場嗰個叫做喺香港嚇。呢隻馬會唔會譬如佢考慮到個走規咁樣，其實佢反而係跑一個外碟，佢反而嗰個跑內碟咧？其實好難講我諗，因為佢就算佢基本上唔係話好快嘅馬選擇，咁佢 OK 嘅，咁就佢都可以基本上走入面走出面都冇乜所謂啫。如果你話第2個檔位嚟講，咁就我哋升一班，我諗喺2班就會話好多啲2班嘅1000考慮賽事或者嘗試下呢度嘅1000二睇下會考慮1000二都係會結歸翻喺谷草嗰度嘅。我諗谷草會好啲暫時，因為佢都係睇落都好似雜場啲，好似跑得慢勁多啲好似係。再一次恭喜晒全國，跟住呢啲唔該晒。